最近台湾各地头天气是真烧热，中央气象署今仔日针对15个县市发布高温资讯，有12个县市是柑仔色的灯号，3个县市是黄色灯号，拢代表可能出现36度以上的温度，提醒民众减少无必要的户外活动，而且要预防热伤害。气象署庆祝83周年，所庆开放参观外口也有地动体验的活动。暗过天气伤过热，透早就搬出几啊台大风扇，替参加活动的大人囡仔降温。热，那你受得了吗？受得不了。外口真热，有人唔惊大日头，选择省水降温。高雄市公务局特别在休热期间开放展览馆边的成功公园省水区，各种设施让人省到真正欢喜。暗过算进前一定要有这个动作，帮小朋友擦防晒嘛。对呀，才不会晒伤。太阳越来越大了。气象署自较早起就针对15县市发布高温资讯，其中有3县市气温有36度，发布黄色的灯号；14县市有38度，或者是连3天36度，发布柑仔色灯号。气象署也提醒，东南部有小风发生的几率。中部以北地区有些局部地区可能会有37度以上这个温度发生的几率，要特别注意补水，慎防热伤害。这2天是真热，拜六上高温出现一个大冬，金峰嘉南接近38度，气象署呼吁温度悬、紫外线强，唔通去拍伤，也要注意中昼过后1年8个大雨，蓝地公、杨顺风。拜一进前受西南风影响，中南部有无定时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